台南是台湾鲷鱼的主要产地，优质食材符合国际 ASC 认证。台湾鲷去年外销量大约是16860公吨，产值高达新台币17亿。市长每特强调，台湾鲷鱼的介绍是相当平民化，经过罗志赛精心调制，变成多样化美食。欢迎大家来品尝美味好食的台湾鲷料理。台湾鲷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料理，好的料理碰到5星级最棒的主厨，能够结合在一起，能够调理出最棒的这个台湾鲷料理。好的食材，包括关庙凤梨，包括六甲的八田米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食材，也是达到月光米等级的好米，跟非常棒的非常夯的关庙凤梨，结合台湾鲷，能够烹煮出一道又一道好吃的料理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哦。那很多的好朋友看台湾鲷，其实它是 CP 值非常高的平价鱼种，但是呢能够料理出非常好的，而且它营养元素一点都不输昂贵的鱼，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吃吃看，来这个吃出健康，吃出美味，也吃出最好吃的台湾鲷。台南老爷行旅干脆餐厅为5月23到6月1号期间推出台湾鲷与你相遇美食季，为民众提供上美味好食的台湾鲷料理。台湾鲷与遇见你，好，那让我们这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呢，在这边呢，透过我们的这一个徐主厨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手法，那透过传统跟创新，那一起呢，把台湾鲷这样子的台湾重要的这个食材，一起再把它重新的转译，重新的让它再呈现。那希望透过我们干脆餐厅这样子的一个平台，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市民们呢，大家呢可以尝到我们台湾鲷的美味。另外，在5月25，干脆餐厅将会举办台湾鲷厨艺教室，活动是完全免费，邀请到台南市南明养殖生产协会蔡阿玉理事长分享时教育。柯德正主厨嘛伫现场美食教学，教大家做上有台南人情味的台湾鲷特色佳肴。但是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